动节特别到了台中太平来举办着 Happy 同乐会，特别邀请到中华国小的学生来体验各种古早味的囡仔耍，有手有鼓、有竹仔线等等，真趣味。 古早味的七头米、玲珑果，还有竹弦做伙来配合，互太平中华国小的囡仔是耍了真欢喜。而且，还有各种的七头米伫咧桌仔顶，互囡仔人会当甲手机啊放落来，体验过去农村囡仔的快乐。会发出叮叮叮叮叮的声音。我们那边没有卖的东西，然后来到这里玩，觉得很好玩。太平区即天伫咧古农庄文物馆举办 Happy 同乐会活动，那互囡仔体验这个七头米，大家嘛用环保材料来做风吹轮，培养囡仔家己做的能力，还有环保的概念。我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那么古早味的童玩，感觉这很棒，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他们没有玩过，因为现在孩子应该有一些童玩他们都不晓得。古早味的七头米和科技产品拢无同，互囡仔会使伫古早文化快乐之中欢喜大汉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